各位投資者，喺農業生產同健康科技嘅交匯點，你哋有冇發現一隻股票嘅實際回報，竟然精準符合市場預期？今日，我哋就嚟揭秘 BCPC Balchem， 佢嘅實際年化回報係 0.11， 同市場預期一模一樣。呢間為人類同動物營養提供關鍵支持嘅創新公司，究竟隱藏住幾多穩健潛力？即刻跟我哋深入探索。Balchem 公司係全球特種成分嘅領導者，佢嘅產品廣泛應用喺人類營養、動物健康同埋各類專業領域。特別係喺農業生產方面， Balchem 為動物營養同作物保護提供關鍵支持，係推動農業創新嘅核心力量。佢哋嘅市場市值高達56億美元，業務發展穩健。呢間公司展現出穩健嘅財務實力，佢嘅 EBITDA 利潤率持續增長，由 0.2078 提升到 0.2422， 而收入 EBITDA 同淨利潤都保持住約 0.07 嘅年複合增長率，每股盈利亦不斷攀升，證明佢有強勁嘅盈利能力，為投資者帶嚟信心。Balchem 嘅現金流管理非常出色，佢嘅自由現金流對淨利潤比率近年來都超過1，例如分別達到 1.34 同 1.14， 意味住公司有充足嘅現金生成能力。雖然觸動比率輕微波動，但仍然保持喺超過1嘅健康水平，確保咗公司良好嘅短期償債能力。從技術指標嚟睇， Balchem 發出咗強烈嘅看漲信號。目前股價高於50日同200日移動平均線，形成咗黃金交叉形態。雖然相對強弱指數 RSI 處於中性區間嘅 49.91， 但結合市場嘅看漲情緒，顯示投資者對佢嘅前景充滿期待。Balchem 公司仲受益於宏觀經濟趨勢，美元嘅溫和走弱，全年跌幅約為 4.7%， 對跨國公司非常有利，能夠提升佢哋嘅國際競爭力。而食材相關嘅 Google 搜索量亦呈現穩定增長，趨勢動量比率達到 0.05， 反映出市場對優質食品同營養成分嘅需求不斷上升，為 Balchem 提供持續嘅增長動力。喺過去60日， Balchem 嘅股價表現優於納斯達克指數，錄得 0.25 嘅漲幅，而且同所屬嘅基礎材料板塊有非常高嘅正相關性，高達 0.95。呢代表佢同行業發展趨勢一致。不過，目前佢嘅市盈率 P/E 達到 36.98， 市淨率 P/B 4.47， 反映市場對佢未來增長有較高預期，投資者需要留意估值水平。你今日估咗未？本內容只供參考，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投資建議、邀約或推薦，投資有風險，買賣需謹慎。